首先嚟講咧，第一樣嘢就係我覺得好重要就係投資喺自己身上面，因為投資喺自己身上面冇錯嘅，因為累積你自己嘅知識啦、技能啦，其實就可以幫到你咧係更加快啊、更加多嘅機會咧去升職加薪啦。咁因為大部分嘅朋友可能都係靠工作去累積嘅財富或者儲起嗰嚿錢噶嘛。咁所以第一步咧就話要去增值自己，咁然之後咧去努力工作，咁然之後咧去即係賺錢。咁因為賺咗錢咧，先至可以儲起嚟噶嘛。係，而且世界又變得好快啊嘛，所以即係自己嘅能力都要 upgrade 係嘛？冇錯啊 ，keep 住自己競爭力。係啊，咁賺咗錢其實都要諗住喎，即係你唔可以即係賺多咗錢嘅時候又使多咗嘅話咧，咁其實都係得個零，即係冇儲到錢嘅喎。咁所以都好重要一樣嘢就係要考慮到即係嗰個自己個budget 啦，即係預算裡面咧係要計算，即係邊啲係需要，邊啲係想要嘢。咁當你賺多咗個錢嘅時候咧，你個儲錢能力又會多咗啦。咁你透過儲多咗錢咧，然之後再去做啲投資啊、管理嘅財富咧，就會錢生錢咁樣咧，就幫你咧就係更加快咁去累積呢個財富，達到呢個財務自由。咁所以簡單啲，開源節流呢4個字咧都可以應用喺我哋日常生活之中啦，係揾多啲錢，亦都儲翻多啲錢，唔好使咁多錢啦。咁但係咧，我諗有啲年輕人就會問，有冇啲快捷啲嘅方法？我哋做嘢有冇？我哋大家都想揾快錢啊！係啦，咁啊而家咧，可能啲年輕人都會聽到身邊啲朋友可能話會炒下股票啊，咁啊賺2餐咁樣啦，亦都有好多林林種種嘅投資工具啊，甚至而家咧大家好 hit 就話有啲 crypto 啦，炒完呢個幣就炒另外一隻幣咁樣，咁呢一個又係咪一個可行嘅方法咧？嗱，正常嚟講咧，就係話我哋靠長期累積個財富或者係達到財務自由咧，都盡量去避免咧，即係過分嘅承受啲不必要嘅風險啊，或者短線嘅炒賣啦，咁或者係做一啲投機成分比較重啲嘅決策，甚至乎或者係借錢去投資啦，咁呢都係盡量需要即係避免嘅。咁但係即係我諗普遍嚟講咧，雖然我哋做咗30幾年呢個財富管理，即係對於未來嘅市況，因為有好多因素影響啦，咁其實都唔係咁容易咧，可以即係預測得到嘅。咁所以大家都要注意個風險，唔好過分投資啦，唔好借錢嚟到投資啦，或者係做啲短線嘅炒賣咧，咁都會影響大家嘅。但係反而最重要咧，即係分清楚即係價格同埋價值嘅分別咯。因為好多人做投資嘅時候，佢知道個股價係乜嘢，但係佢又唔知道呢個股價其實屬於高啊，抑或低，值唔值得買啊，抑或要將佢放咗賺咗佢咧咁。所以呢個都要好清楚，自己去了解多啲個工具啦。所以投資之前咧，一定就要做足功課啦，唔係人云亦云啦。咁頭先 Ronald 咧，你亦都有提到就係話可以通過買入資產同埋創造資產咧，去到製造呢個被動收入嘅。咁不過創造資產即係譬如你話可能係寫歌啊，或者拍下片啊呢啲咧，未必人人都識，或者做咗咧，亦都未必真係一定會成功。咁但係反而咧，你話買資產咧，就真係你儲到錢就可以去買啦。咁如果真係想做到呢個被動收入嘅話，應該點樣揀咧？去買邊一啲嘅資產好咧？嗱，一般嚟講咧，就大家可能就儲到錢就擺喺銀行做個定期啦。咁其實除咗定期存款可以收息之外，因為個息可能會高，咁有陣時亦都會低噶嘛。咁如果即係碰着一啲低息環境嘅時候，咁你可能就要係保障翻呢一個嘅收益啦，係咪？咁你可能就係選擇啲收益類型，譬如政府嘅債券啦，或者高質素嘅債券，唔好咁長期嘅，可能係短期嘅3幾年㗎。咁然之後保障咗你鎖定咗啲高息先。咁另外咧，亦都可以考慮翻啲即係有啲資產或者啲股票咧，可能係有派息嘅。咁有派息成分嘅股票啊，或者啲房地產信託啊，甚至乎亦都有一啲即係可能喺個工具上面嚟講咧，係投資股票嘅，但係佢咧就係投資一個比較廣泛嘅範圍，即係可能一啲所謂交易所交易嘅即係基金啦、ETF 啦。咁佢買咧就唔係買單一嘅公司，係買成個市場嘅指數嘅成分股，一籃子啦，咁就可以將即係雞蛋放喺唔同嘅籃子嗰度，就可以減低個風險啦。咁呢都係一啲即係啱啱去開始投資嘅人嚟講可以用到嘅方法。咁但係當然啦，就係唔係淨係諗住即係嗰個收益個派息率有高與低嘅喎。因為其實好多投資咧，佢可能有個派息率，但係咧亦都嗰個價格會浮動。咁所以更加重要咧，就係考慮翻佢派息嗰個來源喺邊度嚟啦，同埋就話佢嗰個價格嘅波動影響住你個總回報係點樣樣咧。咁嚟到係考慮呢一方面，就唔係淨係睇佢派息率
高啊，又或低咁樣。咁呢個就呢個好重要。係平時啲人就話啊，會唔會賺息蝕價咧？咁樣息率就好高啦，點不知個價又低咗喎咁樣。呢兩樣嘢都要睇。冇錯啦，咁總而言之咧，就係基本上咧就係先要了解個工具啊，然之後咧亦都要了解佢嘅風險，然之後先去做一個投資嘅決策。同埋好多年青人咧，可能就會諗會唔會真係要有一嚿好大嘅錢先至可以開始做投資咧？咁不過我都知道有一啲就係月供計劃啊嘛。係啊，其實月供計劃都係一個方法嚟到去分散嗰個即係入市嘅時間同埋嗰個決定邊個時間去做係最好嘅時機咧。咁因為你有時高又買啲，低又買啲嘅話咧，咁你就會平均價格即係買入個資產。同埋嗰個起步點可能真係1000幾百就可以入場感受下係啊個情況係點樣先係咪？係啊，可以其實而家好多投資工具咧，其實都有啲定期投資計劃都可以做得到。